上集睇完 Double Coast 超強會所，今集我哋入屋睇真啲。今次帶大家睇嘅係 Double Coast 3極具特色嘅明火耿廚3房單位。呢個戶型全盤供應有限，只係得32個。呢個單位有成696尺，向東南，一入去第一個感覺就係好光猛、好開揚。最大賣點係個景，可以一次過望到3重靚景。Inner Harbour 嘅遊艇海景，樓下嘅泳池園林同埋出面嘅海濱長廊。單位設計好實用，客飯廳方正，廳同房都係一齊望住個海景。兩間廁所都係光猛嘅名廁，主人房更加有個 L 型嘅大觀景窗，瞓喺度都可以睇到個海。仲有個獨立嘅儲物室，你可以按需要改做衣帽間或者書房。至於個廚房就係耿廚設計，裝咗德國 Mina 嘅明火3頭煮食爐、微波爐、蒸焗爐同抽油煙機，煮起嘢上嚟真係好順手。睇完單位咁正，咁日常生活呢？教育資源全面睇，項目位處34小學名校網，中學屬於九龍城區校網，區內名校林立，由傳統名校到國際學校都有得揀。生活購物超方便，啟德配套完善，大型購物商場 Airside、啟德零售館同埋 Sogo、The Twins 雙子匯，無論你想買嘢、食飯定係睇戲都唔使愁。住喺度，出出入入有幾方便，即刻話你知。專車服務最貼心，項目有住戶專車直達港鐵啟德站，繁忙時間約25分鐘一班，車程只需要約6分鐘。朝早趕返工，夜晚收工，返屋企都有專車接送。樓下巴士小巴網絡密 ，Double Coast 對出更加新增咗個巴士站，幾條巴士線連接核心商區，出行就更方便。息口回落，置業同供樓都變得更輕鬆。現時按揭計劃全期低至 H 加1.3%，即按息低至3.25厘，更可享高達1.6%嘅銀行按揭回贈，年期長達30年，特設高存息戶口。睇完介紹係咪心喐喐？不如親身嚟體驗下，即刻聯絡我哋約睇樓啦！